来教大家使用餐具。使用餐具。首先要先来认识它们。这个2根长长的是什么呢？筷子。答对了，就是筷子，客家话念作筷耶。那再考考你们哦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汤匙。没错，汤匙、铜匙。那我问问你们哦，平常你们吃饭的时候最常用的餐具是什么？汤匙。我还会用叉子。叉子啊，就是这个叉呗。不过你们都没有试试看使用筷耶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外国人都是用刀叉的哦。其实筷耶很简单哦，我来教你们，你们一定一下就学会了。像这样子，把2根筷子放在大拇指跟食指的中间，把它拿好之后，咔咔，很容易就可以把东西夹起来了。你看，很厉害吧？哇，彤彤姐姐你好厉害哦！那我也想试试看。好啊，来亮亮，给你1双筷子，你试试看。嘿，小蜜，你也1双，试试看。谁可以把这个筷耶、筷子、筷耶、筷子、铜匙、汤匙、铜匙、汤匙、叉呗、叉子、叉呗、叉子。彤彤姐姐，夹菜应该要用什么呢？用筷耶。那吃饭呢？吃饭用筷耶或是铜匙都可以呀。但是我觉得用叉呗也是很方便哦。可是有很多东西是叉呗插不起来的哎。插不起来，那你问我可以吗？筷耶、铜匙、叉呗，3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罗亮。